因為自從回歸之後，內地同埋香港都不斷促進兩地嘅人才嘅交互同埋融合。咁作為一個香港嘅大學生，我認為喺之後嘅職業道路上，將會有好多同中國內地來往嘅工作機會。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去同當地人交流啊，喺當地嘅職場入面去感受下佢哋嘅職場文化。次選擇內地嘅實習計劃係為咗了解多啲唔同地方嘅文化同埋佢哋嘅職場文化或者生活習慣，去擴闊我嘅眼界。啱去到嗰陣時咧，喺工作文化上面我都受到一啲文化衝擊嘅。不過之後通過請教同事同埋前輩，最後我都成功嘅融入咗當地嘅環境。我覺得我最大嘅挑戰可能係語言上嘅障礙，因為喺內地有好多唔同嘅口音。一開始去嘅嗰頭2個禮拜我都會有啲吃力，但係之後經過咗聽得多咗就有進步，而家都覺得唔錯嘅。咁最大嘅挑戰就係當時啱啱去北京冇耐，咁就病咗，可能有少少水土不服，咁就去咗自己。當時係自己一個去醫院睇醫生，都會令到自己係成長咗同埋獨立咗。因為對於我嚟講，最印象深刻嘅事情就係我可以有機會體驗乘坐國產客機 C919由香港去到上海啦。呢個機會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寶貴嘅。我最難忘嘅事係當我上頭帶我去一個金融博覽會，令到我見識咗好多唔同嘅金融產品，意識到呢個世界係好大，我仲有好多需要去學嘅地方。其實我細個嘅夢想就係想成為太空人，咁但係大個咗之後，有一日可以真係去接觸一啲同航天相關嘅人同埋事，自己係會好感觸，同埋都會 feel 到自己原來有呢個能力單獨去同企業對接。我認為參加呢個實習計劃拓寬咗我對於未來職業選擇嘅道路，同時咧都對於內地嘅工作環境同埋唔同形式嘅企業有一個具體嘅認知。咁首先喺策劃部門咧，其實呢種能力係可以伴隨住我終身受益嘅，因為咧其實喺策劃部門通常學嘅嘢就係你要同啲領導或者係要同出面嘅人去介紹你嘅嗰份 proposal， 跟住我就學識點樣去辨識同埋表達產品嘅優勢，亦都令我多咗從正面嘅角度去欣賞唔同嘅事物。呢個實習真係令我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即係現實生活點樣去應用我喺大學學到嘅嘢，令我去確立咗一個方向。我究竟之後想去做啲咩？工作上咧，就以一個學習嘅心態去了解內地嘅工作文化同埋社會文化。咁喺生活上咧，就好飲好食，多啲出去玩。lunch time 呢段時間去同公司嘅前輩們一齊食飯，一齊傾偈。當你同佢哋傾偈嗰陣時，你其實會了解到好多內地嘅文化同埋內地佢哋學生時代嘅嘢。主動啲去問，主動啲去試唔同嘅嘢，因為大學就係一個俾你試嘅階段，去揾到自己想做嘅嘢。